来搁会使翻，因来破关，咱着行一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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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大家鼓声。哎，这条道路通台湾，通台湾，台湾。水是生命的源泉，是土地命脉。水路甲过去、甲未来甲做伙，甲历史、甲文化变做一撮搁一撮清澈的色水。为内海、大圳甲高雄，我们来找找一北路，找找流过嘉南平原的水文化之路。我是阿良，我是一个演员，嘛是一个教学艺术家，嘛是全台湾唯二的博物馆剧场的演导员。我是阿瑶，平常时咧伫咧台南咧做表演艺术的工作，主要咧是咧做舞台剧的演员。不过我有另外一个身份，是伫咧饭店食头路，所以讲我算是胖加梦想，两个拢有安尼啦。因为阮两个定定拢会伫咧博物馆内底搬戏，而且嘛伫咧外口的剧团合作。针对水文化的部分，比方讲我定定咧做一寡文化啊个艺术的工作，啊毋过这部分有影知影较少。所以嘛讲做好奇讲，阮会行到啥物所在，去拄到啥物款的人，听到啥物款的故事，啊搁看到啥物物件。我和阿勇是老朋友啊，所以讲嘛期待讲这边的旅程中，阮两个会当对水文化有更较侪认识，所以讲我真期待这边的旅程咯。用这把刀带领因行上为外海甲内山的这条路，顺内海、溪流、大圳、故乡来找找水甲台湾的故事。用手机啊，互因两个人聊聊啊，亲入去水文化的这条路。这毋是迄落拄则互咱看到对对啊，遮啦。啊，这是要，啥物声？这啥？建龙生命之秋找关注，找关注，找关注，所以有关注，有关注。照安尼讲，毋过有条件。对啊，毋着有人本。其实足远的。对啊，其实嘛是真远的吼。就是遐有一个人，遐有一个人。就是关注啦哦。无一定，咱甲问者。对啦，就是关注啦。你是关注，你是关注。条路遮尔啊明显，行遮久才行到到。有影是有够辛苦的，嘿，啊，毋过特点啦，我感觉特点，嘿啊，所以讲你是这个设计师，杨先生吼。啊，其实迄阵阵会做记者做这个作品吼，就是要互大家感受到讲较早记者的人的生活。其实其咸粉所在吼，要生存甲生活拢足困难。啊，遮的人有足坚强的意志，靠我都记者徛起。是啊，有一种韧性伫。你会记得讲海洋毋是咱的阻碍，是咱通往世界的道路。记者做这作品嘛，互大家去了解咱的环境。啊，过来，所以意义真大。就是有要互恁一寡问题，互恁去思考，啊嘛恁去探索咱海的文化、水的文化。我叫做关注啦。对。哇！因为我头一摆坐牌啊，我嘛是。这有影是。安尼嘛算是有出海哦。出海。出台港来海。出台港来海哦。这个所在就是咱七股的大草沟，是。嘿，伊其实嘛是咱台江内海算一个遗迹。这个大草沟特别的所在就是讲，伊两边拢有连接着外口的海域，北边迄边是连接着咱七股的下湖。
嘿，啊，伫咱边起来水门遮，连着迄个10门溪出海口，这个所在伊边仔两边差不多2000架的2000公顷的温啊，拢爱靠这条迄个大槽沟来供应着咱养殖的时阵海水。这个大槽沟内底有20-30个迄渔民在咧所以钓啊。讲是亲像安尼算一倍安尼，敢是？嘿，对，安尼算一倍。安尼算一倍。所以嘛有其他的人诶，嘛伫遮。嘿，其他人嘛是遮。安尼那一定会出来，这一个是对啊，啥你太认得出来。收唔到就互骂。哦嘿，对，安尼就知，用没就知关系就知。哎，这里哦。这个感觉，诶，无啥共款的。我这世人，哎呀，也唔捌坐伫海顶悬，海水顶悬就是这边。哇！哦。哦，感受一下，安怎？这款真赞呢，真赞哦。其实真赞呢。系啊。就是咧，甲海印共款咧。是啊咧。哦，哎，这巴丁的，有叫巴丁的呢。足不严诶，系啊。哎，足青诶。怎样？我讲话啊。哦，嗯真正是很老啊诶。嗯有钱食还着袂是讲外口食着有可能臭臭味。嘿，完全无错味。嗯。嘿啊。哦，这就是大海的滋味啊。海味啦。咱即摆十文溪边仔拢有堤防，拢已经做好啊。嘿，啊，伫较早堤防还未起好进前啊，只要大雨来，就伊就开始乌白色，就是唔知伊要走咱倒一边去，嘿安尼。啊，伫这100年来，咱较家己即个堤防起好，嘿啊，较有较稳定落来，然后咱渔民嘛，拢当伫遮像农民嘛，当伫遮种一寡葱啊、蒜啊，还是讲渔民当伫遮饲鱼啊。啊，较早毋是讲有一种传说，就是讲即耕厝走溪流。嘿，对。对，讲较早会甲厝啊咧耕起来。系啊，因为伊讲为着要走这个溪流啊，因为溪流当时要来，还是要走咱这边去，咱拢唔知影。所以讲较早的厝拢起了较简单，啊，若是溪流来的时阵，就会当赶紧跟咧走。哦，这有影是咱祖先的一寡智慧呢。李生，哎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。小弟，你你讲是吴教授？足诚实咧，足诚实，你就是啊。是。哎，你好。哎，咱看咱这张图吼，这张图吼，你会咱看到讲，什么叫做内海咧？内海就是陆地吼，加外口叫做沙洲，陆地加沙洲中围起来这个水体。咱就叫做内海，所以咱这有叫做台江内海，啊，咱北边有叫做道风内海。多谢老师讲的。嘿，北边将军溪以南到南边吼，这二德行溪以北，哦，这全部拢叫做水体，全部拢叫做台江内海。但今年伊拢看无啊，缩甲变做一丝丝啊，哦，你正看到这个所在，纯纯变做一丝丝啊。你差足济呢。对啊，位安尼啊，变安尼啊。好，安尼你有了解啊？吼。了解。好，啊，咱进问题落来啊，吼。来啊。咱的问题就是台江内海消失的原因。哦，请照17、18、19、20世纪台江内海的演变图来看讲咱的消失的原因。你家啦，17、18、19、20，哎，有影对。拢你家。这17世纪，这就是迄个荷兰人的时阵啊。啊，400年前。对，你去看。17应该还未，拢还未消失嘞。对啊，因为海还未消失。还有海嘛。伊讲有对，溪流的迄个沙。沙对吧？啊，所以讲这土地比佫较济啊，啊海比较细啊，有无？嘿。有无？你看。有咧，有差。嘿啊，差足济呢。19。10文溪。这条大雨，变愈细啊。对啊，你看看，就好有影尔。
你看伊完全就是像安尼尔呢，嘿啊，所以这就是一个重点吧。我看，嘿，这是十分溪嘛是十分溪哦。我即马这海已经差不多消失啦，都差刚剩这尔。安尼我知影，我有答嘛。好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我有答嘛。是。敢是即个因为土沙吼，安尼就是愈来积甲愈来愈济，吼，安尼拢积掉的，安尼所以讲土地变济啊，所以讲就变做讲，迄海就消失啦，敢是？而且，补充一下哦，而且敢是因为迄十分溪有迄青梅蛇，吼对无？啊，甲冲的足大条的，蛇迄全部拢安尼，对，积起来。对，这有下，还青梅抓一下。差不多是安尼意思，差不多意思差不多安尼意思。安尼算对。我再补充一寡啦吼，又是对十分溪的溪头，吼啊了遐个土石啊水这个冲落啊，造成甲规个内海消失的安尼结果啦。了解。我特别若听到这款故事，我就感觉足趣味的。我家己感觉台江内海的演变。其实会当代表台湾这400年以来的演变。来，吴老师好，老师，向家庭你好，恁会当伫即节骑脚车到即个大圳路尾吼，较用行路的。过即个原乡支路，可以到即个信山支路。咱即马遮个所在是内海支路啦，是内海支路。你所看即个是四车河，那这四车河是古代咱400年前台江内海先民，差不多拢是对遮起来的所在。那么顺即条内海旧港，就是咱嘉南大圳的即个。白水线，咱嘉南大圳分成急水线甲白水线。那么白水线是探海，急水线伫水库出来。所以讲厉害呢。所以讲这山海就是山指的就是玉山。对，嘿。啊，那是海就是即个四车河，四车河，台江内海安尼。恁要来行这条文化之路，主要就是讲会当行入到咱台湾的土地。是。山海圳绿道就是咱环境地理运动所来推动的。一开始是要修复咱的溪圳港。就是讲咱的水爱变清气，因为咱即马受到工业污水啦、生活污水啦、等等的污染，二来这条路较早是拢无树啊，所以大家感觉讲台湾虽然是热但是咱会当种树啊，形成一个绿色的风坑。大家行入这个风坑内底有无，就足水的。山海圳绿道的文化之路有一寡恁爱挑战的关卡啦。沿山海圳绿道的内海之路前往大圳之路，终点是乌山头水库，全长45公里。打个多下，哎，这条道路通台湾。沿着水路安尼同齐行，斗阵行，好啦嘛是介爽快啦。这是水啊！小等一小等一，恁即马这是要，你是？大家好，阮是台南市海淀国小小台江。小台江是亲像第二工一只船仔的环保团体，由领航员吴茂成爸爸甲海淀国小的学生、老师、家长同齐守护咱的河川甲家乡的土地。山海圳绿道就是20年前小台江来发起争取的哦。有气瓶呢。嘿要安怎？今麦头一关就是要请恁甲阮做伙去青本花。嘿，青本花哦。扫票本数啦。恁看，这就是沙尾仔的坑。沙尾仔的坑？哇，一坑一坑嘞。什么意思？所以讲这是因的。引导。哦，引导，因的收啦。哦，内底有沙尾仔。内底哦。沙尾仔你上。也恁袂出来有人伫咧无？爱细声。哦，你看。印出来啊？会看因心情。
看伊心情。你安尼讲你袂出。好啦，有闲才来啦，吼，有闲才来。先扣粪扫啊，我知啊，咱甲粪扫扣好了，啊，伊心情就会好。因就会出来。嘿啦，嘿啦。你粪扫伤济啊？嘿啊。哦。这是阮小大工启航一集，感谢有恁的学习点。哦。内底展览的是咱小大工20冬来行过的路、做过的代志。这条是阮家己设计的山海镇绿道。哇！哦。遮到遮是内海之路。嘿。遮到遮内海之路。嘿。遮到遮是大圳之路。嘿。遮到遮是元乡之路。遮到遮是圣山之路。你有甲规条路安尼做出来呢？这是你设计的哦。哎，你有够牛呢！用了足侪物件来用来甲这条路安尼。嘿啊，啊，佮其他的物件吼来当做河岸边的一寡，比如讲厝啦，啥物的，趣味。看到咱用艺术的方式来传囡仔创作，结合这个水文化，吼，啊，佮结合这个水圳的文化，我是感觉这是一件无简单，而且嘛足有意义的代志。咱要来迄个三门溪。多子桥的款。哎，36溪啊！因为伊遮都有这道呢，是当骑脚踏车的，无迄边的车。对啊，你若骑大台车，你敢知？路年拢是车来啊，车来车去安尼。为海边啊，即马开始向山前进咯。你这一路行来是无简单呐，其实吼，一切拢是对海开始的。这间，来，大家村落创艺基地哦，因为甲台南艺术大学做厝边哦，有足侪无共领域的艺术工作者哦，伫遮创作足特别艺术风气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你是关注啦，吼，这林建瑞嘿，哦，林建瑞安尼咱即马伫咧，咱即马伫即个义农好食，哦，内底是一种米咖，100年的米咖，咖米的，是啊，对哦，不是讲哦，我嘛足好闲的啦，因为阮拄则拢是行山海圳啊，哦，行这个嘉南大圳啊，然后拢含水有关啊是。阮遮甲水是做关系。啊，但是吼，即个故事的答案吼，破关了吼，我还甲答案甲你讲。哦。我可以准备出不错哎。出名哦。能上！完成，买到！哎，小关，小关，耍到我来啊！啊！一定去解决。这啊！哎，对，去用解决。转起来。哦，坐下。喂。带你来看这间老厝。哇！规庄头就是这间上久上老。这够300档。我喊。但是嘛，有几来百档是啥物原因？甲恁解说一下。哦。这间厝是为阮后壁的乌山头水库迁出来。哈？迁出来？对。你是讲为水库内底浮起来的？浮较咸啦。哇！你叫看卖，厝要安怎搬出来？
光除走起来，含大江迄小江江，文溪嘿，水要来的时阵，淡薄仔接近，但是咧，阮是甲遮个竹啊、条啊、嘿梁、硬啊，拆了，放伫水顶悬来浮起来嘛。嘿，啊，阮的船民伫古早就安尼，甲拖到阮后壁的码头。啊，人工甲伊扛来一块地，佮甲伊搭起来，哎，有够强嘞，用迄水的，迄个。会浮起来嘛？浮起来，对，安尼啊，省力啦。系啊，即个钟头叫大架船啊，即个船民原本拢住伫水库内底，是住啊几600吨。是。啊，因为100吨前去水库爱迁出来，船民就是无爱离开故乡遮尔远，所以就过一个山岭，就过来遮起新的即个大架船，即个钟头安尼。原来是有即个意义伫咧，你看遮尔有智慧，啊，会当互咱的后代子孙吼，利用遮看到即间厝，我就知影古早发生的代志，迄是真好呢。快点快点45K， 45K， 乌山头水库，啊，几年到45K。哦，叫乌山头水库。乌山头水库，乌山头水库你好。喂，伊这山顶的风景就遮，这景致，大江内海有无啥共款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这一定是关注，特别拢安尼。欢迎恁两个来到乌山头水库，啊，你也看这大坝足水的。嘿，啊，我有一个问题要问恁，嘿，咱乌山头水库的水对倒来？是倒一条溪啊流入来？诶，小等咧，小等咧，对，对，就是闸门溪。我家己阁是六家遮位仔的人，种闸门溪就是伫阮隔壁尔，所以我就想讲，哦，爸祖安尼问，可能就是我上定听过的这个溪流，因为我别的溪可能嘛无解这，所以说啊，应该就是这个闸门溪安尼。这个大坝交其他的大坝无共款，就是伊的建设方式无共。这个大坝是用水去冲出来，用水冲出来，全世界用水冲出来大坝上大座都剩这座尔。啊，伊就是因为当时伊考虑到有地动，吼啊，甲地质的因素，所以用控股力加更紧，做一个中心的大水墙，然后用车来原料呢，用400匹的马力抽水去甲冲，啊冲是不是咱是不是？粗的粒啊会流伫原地，啊，愈油会流愈远，对不对？啊，流愈远遐就是足油的土，就是那黏土安尼，哦，黏土啊，黏土我呐袂透水，是，啊，袂透水，上黏的遐土来伫坝的中心，会当冻水，啊，然后伊会剪一层一层，按油的到粗的去分配，啊，然后一层做了，佮冲，佮中伏，佮做后一层，啊，一层一层安尼甲做起来，这非常特殊啊，非常特殊，厉害，厉害，用水去冲的。打个波下，哎，这条道路通台湾，通台湾。哎，哇哦，这看起来拢足厉害呢。你看到这物件，拢100吨啊！1930年到即马，用到即马，啊，搁咧用，这唔是要使做咧。伊这最主要就是要放水出去。咱的我甲他来讲，迄大型的水倒头。第一个就是爱甲细压化，类似咱的动力方向。这个手势，就知影无简单啊！哇，写遮侪咧。再来，遮吼，搁有一个泄压滑。就是我这水出来要走这边走这边，啊，我即摆要开，所以我开这边。第三个步骤开始这个，这个要创啊，这个就是开了，伊个是一个尖把，啊，我即摆把放
退后伊的水就安尼出去啊。哦。啊，我今日放好来，我开始放，我放1秒钟，差不多5度的水，互你看，1秒钟差不多5度，看者哦。啊，这买重咧。啊，这是要表示讲我退几公分，无表示水量。哦，退几公分安尼。嘿嘿。有听到声，有听到声，有听到水声。嘿。愈来愈大讲，你当对个好看卖一下。好，来，来。好。哇！哇！哦！哦！有抓诶！有抓诶！小喊啦！哦，这个画面，小画面都有够足快啊！即安尼，1秒钟差5洞7。5洞7。1秒钟安尼出去5洞水了对啊？嘿，5洞外水。哦，难哦。嘿嘿。紧的咧。嘿，啊，这档我全开，1秒钟差212度，你看这条水咯。嘿。最高1秒钟会当到62度，才会加顶悬乌山头的起点。哦。再更加平缓的起点，安尼这水看咧有转光无？哇！有吼。大诶。中快啊！哎呀。哎。禁止浸饮呢？这内底唔知这是啥物神秘的所在安尼啊？来，直接行落来哦，爱慢慢仔行，一直往下哦，往下骹落行哦。啊，这就是躺伫水库的中心。嘿，嘿，水文化，咱这就是行伫迄个水道的边啊，这两个拢水啊，这两个拢水啊。安尼算是上活的时阵。哇塞！这道墙啊，后壁就是水库啊，吼，后壁水库水就是安尼来的。哦。啊，这起哩吼，佮50米。对，咱你第一站去就是这个大坝上顶悬，啊，你正看到这个机械，这个叫做底滑，这个水若有问题，安尼关，安尼，关3、2、3点钟才关起来。哦，很辛苦咧。这嘛是就辛苦的代志呢，大个代志呢。啊，恁刚刚食了吼，我甲恁问一个问题。哦。你知这个水库上去，你知8点5亿啦。8点5亿啦，对啦对啦。8点5亿啦，8点5亿。对啦。当时为了纪念伊做水库，所以我们伫水里会有做一个动向。嘿，啊，你毋知时间去吹。8点东墙园区啊，对啦，迄下骹有写8点5亿啦。伊拄则关注是讲叫咱甲吹，而且佫白啊。涂骹遮有写呢，哦，写伊一世人一寡代志啦，事迹啦。后壁是迄个呢，伊的无？白呀，遮啦，过来扫者。来，我甲扫一下。哦，青山。哎呦，来。8点5亿设计由东引水隧道引过来的水会对西口流出，透过关家叉对蓄水流落去乌山头水库，规个环境景致优美，佮合作西口小水书。所以这嘛是8点技术由伊一上设计。两位帅哥美女，您好。站对你好。您好，这是迄个8点技术所起的磅空。伊磅空的东边叫东口，西边就是阮这边叫西口。哦。因为看伊遮落差较大，关家安尼。伊要保护伊磅空，所以伊起这个空，伊要互水，就安尼拨。流落。莫有安尼滚。所以甲起这个空。流落乌山头水库对。啊，刷来，我要出一个任务互恁哦。任务哦。挑战，对着8点5亿的骹步。考察东港引水隧道，我们要过去东口了。为西口行去东口，无唔对，这就是较早8点技术伊咧起磅空的时，伊逐工落爬这个山，伫西口到东口，所以行。到东口爱行偌久啊？4公里外。4公里哦。爬到遮来，这 view 最好的呢，这足快呢。系啊，哇，水呢。
有影是山海圳啊。嘿，系啊，有山啊，有海，啊有圳。确实。系啊。我原本想讲水文化就行水路，我颠倒我煞唔知影即抓变做爱爬山。我较早有影是无安尼爬过山，其实。啊，这路是因行出来的呢。啊，所以咧行的时阵就咧想，哦，因当初可能会停伫遮，啊，看一下倒一个方向，看一下闸门口的方向，啊，这水是要安怎流，要安怎引。所以讲，迄行起来感觉，就加平常时咧爬山的时阵就无啥共款安尼。上到工作站啦！到啊，64公里，真正是忝咧。差要4点钟。安怎啊？你形容规个是安怎？我天技术，你搞，会感觉有一种感动伫咧。闸门口的溪水来到这，来引入去乌山头水库内底，因为八点技师做的这件代志，请用了咱规个嘉南平原的人。关注，恭喜过关。多谢，多谢，多谢。无简单。这条路无简单呢。啊，以前吼，伊伫咧做这个隧道的时阵吼，逐工爱行，啊，伫测量的时阵爱行几落抓，行几落抓，我行一抓就要休去啊。敢若你行一世人。系啊，伊搁行几落抓，伊有影伫后呢。真正诶。行遐远来到遮，嘿，来看这个水利设施。啊，这个水利设施就是为着要储迄个闸门口的溪仔水。啊，要哪出哈？对啊，阮才有看到做这。头前这个就是伊的出水口，伊闸门拍开的时阵，水就当入来。头前这片水门就是咧控制这个隧道门口的水门，拢总有16个门。这济啊！所以讲，这会当讲是闸门口和乌山头水库的边界。起点。起点。乌山头的起点。对。哦，来，小弟，我手机。来。乌山岭引水隧道伫1922年动工起造，1929年完工，隧道总长3公里。因为乌山岭有短暂大经过，山体内富含大量天然气，施工过程相当困难。乌窟时发生的爆炸事件，捌造成50多名人员死伤呢。因为这个事件，发电委一再变更隧道工程的设计，才避免危险区域顺利完成。涂骹淡哦，水。哇，咱即马踏伫咧闸门口的水面，所以讲水位遐来，啊位遐引过，互行迄泵坑一直过。我这个泵坑真正是左长呢。你其实你即马看可能看无底呢。这khu位啊，每一个所在拢会当看到发电机水的形影伫内底。所以咱是啉闸门口的溪水大汉呢。所以我讲哦，原来闸门口是妈这件代志，较行一段较知影讲哦，原来这句话是安尼来的。讲要来找这个阿伟，种菜老人。敢是这？阿伟大哥，敢？我是，我本身是迄个咱关电水利会的江水工，有听过？就是纯水的啦。安尼无，我先简单甲你问一下问题，好无？好啊，为什么叫做嘉南大圳？因为伫这个嘉南平原起起来。这嘉南平原算是伫咱这块位啊。有一句话咧讲，就是迄个嘉南河、新德峰、嘉南山。嘉南山。有啥物咧讲？捌听过。因为伫咧水库还未起好之前，嘉南大圳还未起好之前，嘉南平原是一片的荒地。嘿。啊，拢营野拢起红白沙，所以是一片种植大产的地，所以毋是水产地。啊是啊。啊，经过嘉南大圳起好了后，伊开始灌溉了后，嘉南平原伊即个旱地才变水产，伊灌溉面积差不多伫15万甲。15万甲。对，占全台湾相差1/6的产。我这大嘞。嘿啊，1/6呢。啊，你敢知是啊？为什么日本时代为什么要起
嘉南大圳，为什么要去乌沙寮水库？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？经济发展，经济发展缺水。这个答案伫咱后壁的空间内底，嘿，需要恁家己发展一下。这样。发电站。大又一级。嘿，发电技术。看来这嘉南大圳咧，改变的农村的地景啦。看天产。嘿，伊就是讲起好了，农作物的丰富性增加足济啦，这不是原因。应该不是。乌沙头水库。哦，秘密伫遮。敢是就是这。日本时代一年哦，欠米啦，因为这生理人哦，甲这白米吼，拢甲先囤起来，吼，囤起来讲，所以讲米价就安尼起来啊，都这个大家民众都足受气的啊，而且抗议啊，去抢米咧。哦，伊讲嘉南平原这大片，所讲啊全部种着啊，米一定唔够吃，起一座水库，甲水拢囤起来，就免等着好车有水啊。所以讲，这个水库。为着要甲米散出来了后，运去日本，互日本人食。比方讲，迄个时阵，初衷毋是为着台湾，毋过咱以结果来论，伊嘛是好的。因啊，这嘛是一种事实啦。当然，两种都是事实啦。毋过对我来讲，其实是无共款的角度。即摆咱这个水库吼，伊的全长吼有16公里，上宽的所在有1.3公尺的1.3公里的位置。这个大坝，这坝头吼叫呼石坝，而且吼经过9亿大地震吼，完全拢无代志。都无倒。足厉害！啊，其实含迄个乌沙头水库有淡薄仔相像。叫伊个技术拢伫咧发电有伊个迄个技术，迄个有含这个有关键的对啦。咱这水库吼下面吼是原来是一个大埔乡，大埔乡。所以呢，即摆迄个咱即摆顺你走的所在下面以早是一个足大的乡哦，乡镇内底呢有电力院啦，柑仔店啦，咖啡厂啦，足济种植的田啦，逐项拢有足齐全的就对啦。你毋知这个为什么叫十文水库？唔知吼，因为伊甲我相款啦。为什么我会姓陈？你毋知影？哦。因为阮老爸姓陈，这十文水库是因为吼，伊伫咧十文水库，十文溪经游，所以叫十文水库。我就是讲，是可能是起的人姓詹，无可能有人姓文啊。咁是所以就是因为詹文溪叫做詹文水库安尼。是啊。到通台湾，咱来遮吼，拄啊好，咱伫水边起来，伊遮有2排厝吼，这厝真特别。以前阮遮未做水库的时阵，其实阮遮是一个水潮区啊，足侪人住伫遮，做水库了，大家拢搬厝啊。就迁来这个所在啊。对。为遐搬来，敢是？是啊。哎，伊较特别是伊细汉吼，伊就是伫遮出世。哦，就是遮居民。水库遐哩，啊，徛遮厝建起来，才徛做遮啦。阿姐你好，你好哦，所以讲你细汉就住伫下边，水即马水低起来。水低起来所在，叫水淹去啊啦。迄差不多几岁代志啊？然后19岁、18岁迄个时阵。啊，是伫遐咧做啥？咧做啥物啊？布田，迄阵遐拢田，拢嘛规拢嘛田平所在。啊，即马咧去水库了，遐就无田啊咧。啊，即马搬来到遮。搬起来遮就换做山啊。做山？什么意思？挂笋啊。挂笋啊！我挂换地啊。啊，都无田啊，田都遐对啊，阮山尔。啊，阿伯，你即马刚过看到你较早恁兜伫咧迄个水库的位？水若袂甜也会看。哦。伊下边这日头，即马长头、甜头2吨尔。2吨。2罐水
为甲啲顶变好，再叫我尔无去看拢啊低咧。是哦，雨水若较无够的时阵，佮看会到的就对啊。有啦，过会当过落去进产啦。无啦，无使啊，无产就做个。tiền cá tiền là tím mà rồi áp收được tiền chè. 啊，要未收到tiền。邊個問我呢做啊？雖然講有一寡代志改變啊，啊，毋過吼，感覺因的迄個心態，也是講因的生活的精神，其實無變。到倒位，咱就是想辦法，看要哪生活落去，要哪生存，安尼人若搁伫的，安尼厝就搁伫的。这是阮遮咧做麦仔林的所在，阮是用遮的阮用迄个水流木来做的。阮遮的学员有外口来，也是阮在地囡仔、甲老人、少年仔，因愿意做的，其实拢会互因一种无共款心灵上的一个提升。你好。啊，做这有欢喜无？赞哦，赞啊！对啊，我敢袂当摸看麦。谢你哦。我感觉你摸的时候，感觉其实你拢做有温度的咧，拢是家己做的。拢手工的呢。每一支的麻油奶安尼做出来拢无啥，拢就是种材料无共款。而且独一无二。放的这个啊叶的。地油条呢？嘿，地油条。嘿啊，准备。老师，你安尼做紧的哦。哎对哎。我吼有一个想要学小提琴的梦，啊，搁看到大埔遮大个人拢会当家己来做，我感觉哦，那会遮好啊，这个社区它会遮好。我知影每一个社区有无共款的社区营造，是这种温情的感觉，哎啊，而且大家会当同齐来这个揪这个 violin 哦，啊来做这个音乐性的演奏练习，甚至讲家己会当做这个家己的 violin 哦，我感觉这件代志有影是足赞的。咱讲罔讲，后壁我那个有关卡爱行。搁有哦，搁有关卡。对。什么关卡？对啊。什么关卡？喂，小淡仔惊咧。关卡。哦，就是这闸门溪的源头伫倒位？咱后一关的关卡，其实咱就是去一个做低山部落。这个骨哦，家己设计哦，要入水的时阵，嘿，哦，拢有一个传统，每一个人摕一个石头，石头呀，找一个石头啊，摕着啊哦，嘿，等咧水底，等咧水底，嘿，等这石头就是甲这溪边的内底的水神甲讲，嘿，要来遮耍，啊，请因保庇，咱咧烫只骹，啊，所以讲，等下哦。有淡薄仔亲像这个咧做骹底的哑铃，敢会使？会使。哦，来捡石头，往无底落，较袂走。好，石头。爱较大粒的啊。较大粒的。这鱼群啊，无这鱼群会互水冲走。哦，爱遮大地就对啦。遮大地啊？遮大地啦。这里啊。来这里哦。哦，安尼甲弄入面安尼。哎。哦，所以讲鱼啊，若为遮。嘿，收过，伊就走去迄个鱼浪内底。对。哦，安尼就好呀。算是整好啊。算完成啊。我感觉因这个所在哦，就是一代传一代。因仔细汉时阵就对爸爸妈妈去溪边学这物件，其实因家闸门溪真正是足亲的。因就随时就会当来遮耍水，啊随时就跳要去闸门溪内底，遮就是真正就是因的咧耍的所在安尼。
好食好食。对啊。啊是讲咱料理为什么袂当伫咧这厝内底食，啊伫咧这个凉亭啊。哎，凉亭啊。哦，凉亭呢，在我们周族是类似客厅的意思。哦，客厅啊。我们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凉亭。啊，你做特别的呢。在以前，如果长辈过世，如果他过世的话，我们会埋在家里。如果带客人来的话，我们不会带到家里面。哦。所以阮算人客今日来，啊，伫咧外口安尼食饭就对啊。对。啊，其实阮这座来有一个人物啊，讲哦，要来找找这詹文溪的源头，应该就是伫遮啦，对无？阮遮吼就是。不是啦，不是遮，不是。啊，搁做远的啦，啊，搁做远的啦，嘿啦，我未到。伫迄个大浜的土富爷遐。这有一个楼台呢。哇，这大间的。唔知会当入去无？咱来内底翕一下相的话。hello， 这袂使哦，这袂使入来哦。哦，这是阮的原住民的迄个我们的一个祭屋，哦，外地人不能进来。哦，哎，对。歹势歹势。啊，敢讲这就是拄则咱看到的、听到的迄库巴哟。对。哦，就是这啦，就是这哦。可是我们一般游客不能进来，对，只有我们族人可以进来而已。哦，了解。哦，你们是要去哪里？阮是来遮找迄个詹文溪的源头。嘿啊，源头就是遮，暗过爱去哩。爱去哩，对。啊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先来，我带恁去上源头遐。行位遮来嘛，行一地啊哦。对，阮遮水源地吼，嘛是爱2000几公，2000多公尺啦。哦，你看迄水安尼一直安尼流落来安尼。对啊，咱即马算是行伫咧水路顶面就对啊。所以讲，我嘛有发现讲，其实咱部落伫这个詹文溪的源头算讲足歪哦。对，啊，阮原住民讲无电无要紧，袂使无水啦。哦，水是在心重要。对。我这段路行拄只路，完全无共款的。也较细腻嘿。好。也路较无好。好。这都是阮的水源啦，阮救水都是对遮救的。这拄只看到完全无共款的。哎呀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在。哦。有没有？很冰凉哦。很凉的呢。对呀，这边海拔2000多公尺。真叫犀利哦！这个石头会滑哦。对啊。对，这边就是我们水源区。哇！上原本的模样就伫咧遮呢。这算是詹文溪的起点。对。你看，咱两个自这詹文溪下游一路行过来，大江内海迄边，安尼行起来。行起来，咱听讲的拢是詹文溪拢合作青梅蛇嘛，会改道嘛，变来变去。是。啊，即摆已经来到顶游啊，啊，伊敢会嘛是会变来变去？也是会，因为是大自然的力量哦。我们它这个水路哈，它不是说常年就是这样走，它一定会有一点变化。对，所以我们其实像我们这个有兰沙坝这个部分哦，它对我们整个上游哦，其实也不是很友善啊。哦，来这边就是我要带你们来看的地方，它就是兰沙坝哈，它把这些沙子哦、土石哦，留在这边，为了保护水库哦，所以整个我们的河船都往上。所以讲这个是人了来起的，对吧？对，这个就是兰沙坝对我们上游我们原住民居民的一些很大的影响。很多人说我们住在山区的，我们原住民会乱垦乱伐，其实真的不是，是我们的兰沙坝哈，真的把我们土地一直在冲刷。他们的足久啊，所以是很久了，固定景点安尼啊。我小时候的时候，那个这个土石都还没有那样，沿岸哈大概两边的距离大概50公尺而已了。啊，差这多哦！你看现在都200以上，有的时候道路也中断了，然后又有大量的土石流这样子。电路拢像安尼用起安尼。对，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思考的，就是真的是大自然的力量。哦，人讲有一好无两好。哦啊，当然有一寡代志，咱拢已经习惯啦，习惯伊的存在，习惯伊所产生的一寡好处。
啊，毋过咱煞颠倒无去想到讲，其实，伊后壁，佫有其他种的可能性，啊，佫无共款的面向，啊，造成的迫害，哦，啊，佫造成影响，无共款的角度吼。真正无共。虽讲讲是完成啊，啊，毋过较太无一种心情有淡薄复杂对无？种无一种足欢喜的感觉。像咱今日嘛是安尼行这一座路，行这个水路起来，较知影讲哦，原来啊山顶的人要安怎？对。啊，要叫因去倒位？我感觉这段路行起来，我一直咧看到人面对环境的过程。人甲自然的关系，互我印象上深。原来咱就是行入专门溪的这条水路顶面。所以咱行过这段路，才发现讲，爱珍惜。我感觉咱应该对规个一切、规个上天，一切来保持一种感恩的心、感谢的心。台湾面积有70%是山，30%是爱。林木土地100%的尊重100%理解。面对山脉直接无人咧好，相比厉害。面对家己体力搁会使翻，因来破关，咱着行一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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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听。心内节奏安排家己的速度，沿路有来叶站声，叶窗摇头看天光。前辈开垦这条山路，咱着爱离山水小。摕出美丽相机，沿路翕相，就从沿路的脚只，你嘛是装他们算记录，紧伫记录时代也总比勇气甲勇敢，啥物挑战拢总来亲像中央山脉拆线每一个风台。我是山海准条新一路，一路等待港行到玉山，真无简单，真轻松。海拔单人行到3952公尺高，我会为你2万，这条山路通台湾。台湾是小小这山，通人西北的山路，唔免北北温柔。